今日食麥記新推出嘅5道菜黃金脆薯牛堡大啖套餐，佢嘅菜式有開運青花椒雞翼、黃金脆薯牛堡、扭扭薯條、迷你酥皮批同草莓乳酸味特飲。開運青花椒雞翼同脆香雞翼一樣，外皮鬆脆，肉質嫩滑，唔同嘅係多咗青花椒嘅味道。如果味道再濃郁啲，辣味多啲就更加理想。黃金脆薯牛堡，即係薯餅加牛肉漢堡，真係極度邪惡。本身麥記嘅薯餅係特別好食，加上牛味鮮明突出嘅牛肉漢堡，簡直係天衣無縫。扭扭薯條嘅味道比薯格更濃郁，比普通嘅薯條更有口感。薯條炸得夠脆，對我嚟講雖然係鹹咗少少，但不失麥記獨有嘅風味。迷你酥皮批係兩個唔同味嘅批，一個係朱古力味，另一個係紅豆味。朱古力味唔算好香濃，紅豆味個味道有啲假，相對蘋果批就真係爭啲。最後係草莓乳酸味特飲，味道我覺得都唔錯，似細個時食過嘅糖漿味，變成咗汽水版。雖然有啲甜，但味道我覺得都唔錯嘅。喜歡呢個 post請 like 同 share 支持一下。